喂喂喂，大家好！貓貓有咩係唔食得嘅題材？可能大家都聽好多。而今日想講嘅係另一個層次，就係生活上對貓貓嚟講有啲咩係常見嘅毒。嗱，嗰啲人類用嘅藥物，殺蟲水、漂白水、曱甴藥、老鼠藥呢啲，雖然都係長年位居我最喜愛美國愛護動物協會動物管制中心每年10大寵物毒物排行榜嘅頭10位之內。咁但係呢啲唔使我講，大家都知出事㗎啦。唔好話貓，人都殺得到嘅就費事講啦。接住落嚟為大家介紹嘅係更加之伏、更加陰險、更邪惡嘅存在。歡迎收睇我哋嘅頻道，貓狗動物街會以科研學術嘅角度分享有關動物嘅題材。如果想知道更多同動物相處嘅知識，想對佢哋有更多理解嘅話，就訂閱我哋嘅頻道啦。有冇毒其實就係講緊有啲物質吸收咗落身體之後，過咗一定份量就會對貓貓嘅身體造成傷害。通常貓貓中毒會有咩反應、症狀嗰啲我就唔喺度講啦。事關根據唔同嘅毒素嘅種類、攝入嘅途徑、份量，仲有攝取咗之後嘅時間，症狀都會好唔同。例如神志不清、手腳唔協調、流口水、癲癇、屙嘔、肚痛、抽搐、呼吸困難咁上下。一句講晒就係睇落好唔妥。一般嚟講，貓貓中毒嘅事故就冇阿狗咁多嘅，因為貓貓食嘢通常比較刁啊，同埋唔係個個人會放貓出街，咁接觸到毒嘅機會咧就會比較少。咁但係以為只要唔俾阿貓亂咁食嘢就安全，咁就 too simple，sometimes naive 啦。貓貓容易舐嘢個位係，咁一嚟佢體型細，咁少量嘅毒物咧就可以超晒標。最大問題就係佢哋嘅 grooming behavior，佢哋好中意舐自己，無時無刻都舐。咁就算唔餵食，唔覺意行過掂到揩到啲毒，都會舐埋落肚。咁所以大家咧喺呢個位就要有個觀念，啲嘢掂到喺貓貓嘅身上面咧，其實就同佢會食落肚係冇分別嘅。咁所以對貓貓嚟講，有毒嘅嘢唔止唔食得，仲要係唔掂得添。頭先都有提過，貓貓食嘢雖然係刁，不過因為食物而中招嘅個案都大有貓在嘅喎。大家都應該聽過，貓貓對黑咪蚊嗰啲朱古力唔食得啦。最主要係可鹼、咖啡因呢兩個成分對貓貓係有害。咁近年可能大家都聽過提子類都唔食得嘅喎。試完喺2001年開始就發現話阿狗食咗啲提子類會引發急性腎衰竭，咁個個都好緊張啦，就多咗呢類嘅求助個案。然後喺09年，英國就有2隻貓貓因為食咗呢類食物而引發急性腎衰竭嘅案例。之後就去到2021年有呢一份嘅 review 翻查咗一啲嘅數據，佢哋揾到有10幾隻貓食完提子類，咁甚至有隻貓係懟咗成300克嘅提子乾，先得2隻，即係15% 嘅貓貓係出現腸胃不適啫，咁就冇見到貓貓有出現個腎臟嘅問題嘅。咁佢哋就結論話，似乎貓貓食提子類未必會咁容易引致腎衰竭咁話，因為作者嘗試喺啲 research 嘅 database 嗰度揾咗20幾年嘅資料，咁睇下揾唔揾到啲相關嘅案例啦。咁就淨係得09年嗰2隻貓係發生呢個情況。不過留意翻作者係話提子類唔係咁容易影響貓個腎嘅啫，而提子類對貓貓嚟講，暫時嘅共識咧都係有害。如果屋企係有提子乾嘅話，就收得密實啲啦。提子類就似乎係吹大咗啦，不過蔥類即係洋蔥、蒜頭、韭菜呢啲，嗱貓貓舐咗，嚴重嘅係可以導致溶血性貧血，即係啲紅血球會大爆炸。嗱，每1公斤嘅貓貓咧，只要舐咗5 gram 洋蔥，咁咧就會出現中毒嘅反應。咁所以一嚟啲食品要擺放好，唔好俾貓貓掂到啦；二嚟處理完呢啲嘅食材嗰陣咧，工具同埋自己嗰隻臭手啊，就要清潔好先得啦。唔係嘅話就會有機會揩埋落主子度，咁佢就會舐埋落肚啦。咁植物引致貓貓中毒嘅個案佔嘅比例都唔細嘅喎，咁而百合花咧就絕對係當中嘅王者啦。咁無論係花瓣葉定係花粉，連插過花嘅水咧，全部都係有毒嘅。咁除咗佢哋對貓貓嚟講毒性好高之外咧，最正嘅係佢淨係對貓嚟講先有毒。咁雖然阿貓咧通常就唔會亂食嘢，咁不過都真係有個案發生過係啲貓貓咧走埋去啲植物度咧，嚼2啖。
咁樣。咁對於300g 提子乾嘅貓都有啦，係咪？咁因為好奇而嚼啲植物，嚼兩啖咁都唔係好奇怪啫。咁而呢樣嘢發生咧，就通常係啲比較年幼嘅貓貓咧就會比較多啲。咁因為年幼嘅時候咧，佢哋嘅好奇心咧就會大啲咁話。花粉都陰濕㗎，咁貓貓行過咧，揩到落啲毛上面，舐埋落肚，咁就大劑啦。農曆新年就嚟緊啦，咁 ASPCA 其實有個好好用嘅 database 嘅，咁大家只要打植物嘅英文名落去個搜尋器度咧，佢就會話俾你聽邊種植物係有毒，邊種係冇毒，有咩症狀咁樣。咁除咗百合花之外，都仲有好多其他嘅熱門賀年植物係會對貓有害嘅。咁我哋就輕輕搜尋咗啲熱門嘢啦，例如水仙花、富貴竹、桔仔、劍蘭嗰啲咁樣。咁大家可能會嫌個 database 淨係得英文版，同埋要揾每款嘅植物嘅英文正式學名。咁將就少少嘅話，我哋偉大嘅香港漁農署都有個 page，少少地咁樣列咗幾款本地常見對貓貓有毒嘅植物嘅。咁各位新年行花市買年花之前咧，就記得望一望啲心水賀年植物對貓係有冇害啦。咁就出入平安，恭喜發財啦！咁除咗係種嘅植物，咁有陣時會係另外一種形式俾啲貓貓接觸到嘅，就係佢哋啲精油啦。咁以洋甘菊為例咧，根據 ASPCA 嘅資料，咁洋甘菊同佢哋啲精油咧就對貓係有毒性嘅，咁又唔係話會死，但係就會屙嘔肚痛啊、皮膚過敏咁上下咯。咁不過有陣時就係會連啲寵物專用嘅產品都會加呢一種嘅精油落去。咁我本住好奇心就搜尋下㗎啦，點知咧嗱呢款咧就加咗啲咩洋甘菊精油喎，嗱係咪好福咧？如果主人唔知道原來有洋甘菊成分，而且係對貓貓有害，一嘢噴落阿貓度，咁就真係恭喜發財啦。咁所以任何產品都記得睇成分，睇翻說明書，然之後上網查翻阿貓貓究竟頂唔頂得緊先好用。講到要睇成分，巴別靈嚟認住呢款 chemical 係一種常見嘅狗用除濕滴藥水嘅成分嚟嘅。咁對阿狗就冇問題，咁不過咧對阿貓嘅身體咧就係分解唔到，咁即係又有毒啦。咁有啲主人咧就唔同原因就將狗用嘅滴藥水咧就滴咗落阿貓度。咁譬如佢唔知道原來狗用嘅同貓用嘅係有分別嘅，咁啊撈亂咗。咁又或者有啲 case study 就話，譬如有主人係買藥水嗰陣搞錯咗啦，有啲就係貪方便，咁就買支大狗用嘅藥水，跟住又合家貓狗咧就一齊用啦咁樣。有啲個案就堅係無辜，咁有主人係知道貓狗嘅藥水唔同，咁喺滴狗嘅時候咧，佢亦都有隔開阿貓。可惜嘅係佢隔得唔夠耐，咁阿貓同阿狗咧就好 friend 底，咁啊黐埋去，變相啲藥水揩咗喺阿貓嘅身上邊，咁阿貓舐埋就中毒啦。嗱，所以認住呢個成分，唔好用錯，同埋用藥水嗰段時間要分開貓貓狗狗，唔好俾佢哋有任何機會咧俾阿貓掂到呢種藥啦。嗱，個人嚟講，我覺得最服嘅係清潔劑。呢個年代人人都好注重衞生，對消毒係有一定嘅要求。有翻少少常識嘅人都知道，漂白水啊、強酸強鹼嗰啲頂唔順咧，就唔使專登講啦。咁有研究就點名一種常見嘅消毒藥水成分係對貓貓有害嘅，咁就簡稱 BAC。咁大家就認住佢啦。BAC 對貓貓嚟講，就算低濃度都可以令到有 chemical burns 嘅，嚴重嘅話甚至有死亡嘅個案。咁二嚟就係好多產品都會有呢種成分，呢幾款唔使介紹，打晒格仔大家都可能認得出。咁佢大部分嘅產品其實都係含有 BAC， 就連呢幾款印咗阿貓同阿狗個嘜頭喺上面嘅消毒產品都係含有 BAC 嘅。嚴格嚟講，其實呢間公司有冇錯嘅。詳細睇翻佢嘅產品說明，佢係有話呢款產品係用嚟幫啲養寵物嘅家庭用嚟 deep clean 嘅。咁不過佢就寫到明，千祈唔好用落啲寵物度，咁確保寵物用嘅時候唔喺附近咁啊。產品說明亦都有話要等清潔劑乾晒嘅時候，先俾啲寵物咧接近嗰個清潔咗嘅範圍。不過咁樣做係咪足夠嘅呢？喺1989至2014年，英國 VPIS 接到有接近600宗嘅貓貓接觸 BAC 求助個案，其中有啲主人就係因為用咗啲自動感應器，咁阿貓行過就將啲清潔劑射咗落佢嘅身度，而大部分嘅個案都係因為啲貓貓行過經過一
一啲用 BAC 清潔過嘅地方，行過㗎咋。咁例如用 BAC 嘅清潔劑清潔完廚房嗰個櫥櫃面咁阿貓就唔使真係舐落啲清潔劑度，咁淨係經過就有機會咧揩咗上身。咁啲文獻就冇話詳細講嗰啲貓行過嘅時候啲清潔劑乾咗未，咁或者主人其實都唔知道啲清潔劑係有害嘅添，所以一開始都冇同啲獸醫提起有啲咁嘅事。有啲嘅 case report 就形容嗰啲個案就係個主人倒瀉咗嗰啲清潔劑，咁未乾嘅時候啲貓行咗落去，咁然後隔咗一段時間之後，貓貓就出現咗一啲中毒嘅症狀啦。而當中一個致命嘅個案係個主人就用咗一款高濃度 BAC 嘅清潔產品，咁啊用嚟清潔佢個花園。咁不過喺之後佢嘅貓貓咧喺落雨嘅時候咧就坐咗喺嗰個花園嗰度，唔知過咗幾耐，咁貓貓有中毒嘅反應，去到獸醫嘅時候咧，咁佢條脷已經嚴重潰爛，呼吸困難，咁最後係救唔翻嘅。我哋就輕輕問過 AI， 咁 BAC 喺光線充足嘅情況下，半衰期係7日，即係話喺正常情況下 BAC 清潔過嘅地方要等7日 BAC 嘅殘留量咧先會減一半。咁所以乾嘅情況之下，理論上應該唔會咁容易咧，啲 BAC 會黐咗落阿貓嘅身上面。咁但係濕嘅話，咁就會容易黐落阿貓貓嘅身度。既然對貓貓係有害，個人就覺得養貓嘅家庭就盡量避免呢一類清潔產品啦。如果真係點都要用到嘅話，用完之後過一過清水，咁等佢真係乾透晒啦，再隔一段時間先好再俾貓貓行埋去，咁就穩陣啲咯。萬一覺得貓貓唔對路，懷疑佢係中毒，根據 Cat Protection 網站嘅建議，第一冷靜，第二盡快尋求獸醫嘅專業意見，係真係要盡快。咁如果知道佢食咗啲乜嘢或者掂嗰啲乜嘢係有毒嘅，咁帶埋啲證物俾醫生睇啦，例如啲包裝啦、標籤啦、啲殘骸啦，同埋記錄低時間同埋份量，唔好自己嘗試去催吐。講咁多唔係想危言聳聽嚇大家，所以都冇乜點提嗰啲中毒症狀。其實啲研究文獻都話，貓貓嘅嚴重中毒個案比起阿狗其實就算少好多。咁大家雖然唔使太擔心，但係警覺性一定要有。平時用到嘅產品就多啲了解成分同產地，見有唔識嘅成分就做下資料搜集，或者簡簡單單問下 AI 對貓有冇害嘅。對貓有害嘅產品就盡量避開唔用，一係就擺放好。覺得今集係有用嘅，記得叫埋屋企人一齊睇。如果唔係，淨係得你知，但係屋企人唔知，咁都係有安全漏洞嘅。嗱，記得讚、分享、訂閱，再見。